已經發展咗咧，係會有在俗嘅團體啦。即係話咧，在俗嘅團體咧，我哋係會即係歡迎咧喺唔係住喺修院裏邊嘅，同我哋一齊過即係團體嘅生活，可以喺翻自己嘅家庭啦、自己嘅工作崗位上邊咧，係以我哋修會嘅神恩咧嘅精神咧去生活嘅。咁我話賣廣告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如果你哋有興趣嘅話咧，都不妨可以嚟探討下。而家我哋咧都有一啲已婚嘅夫婦啦，一啲獨身嘅女士啦、男士啦，係加入咗係成為我哋 FMM 在俗團體嘅成員啦。咁佢哋每一個月咧都會有一個下晝咧會一齊嚟呢度祈禱啦，有聚會啦，亦都有我哋會俾一啲培育佢哋啦，分享我哋修會嘅神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哋就翻返去自己嘅生活嘅崗位上邊咧，家庭生活啦，咁去生活。咁下一個月翻嚟咧，又再做分享。